葡萄牙里斯本，最古老咖啡店啊，巴西人咖啡店。咁我哋再嚟呢度試下先。好似其出名嘅咖啡，巴西人咖啡。咁啊，有幾百人嘅，咁啊可以試下，我試下。Apple Espresso 5.5歐嘅，貴。哇！嗰個甘味好濃，啲豆新鮮，但係就冇乜果香味喎。